位早晨，先陪大家睇下分區氣温。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11.9至14.8度。至於最高氣温介乎14.8至16.3度。嗱，一齊睇下風勢圖。一股達到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，正係為廣東帶嚟普遍晴朗同埋乾燥嘅天氣。預測方面，天晴乾燥，朝早清涼，最高氣温大約21度，吹和緩至清勁東風，初時離岸吹強風。喺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同埋乾燥，朝早清涼，日夜嘅温差會比較大㗎。而星期5日間温暖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。嗱，今日幾好陽光，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8，強度屬於甚高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、澳門天晴，廈門天晴，台北落雨，上海多雲，北京多雲，瀋陽天晴，首爾天晴，大阪天晴，東京天晴，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明朗，墨爾本天晴，悉尼驟雨，布里斯班驟雨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落雪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天晴，紐約落雨，多倫多落雪。倫敦落雨，巴黎落雨，阿姆斯特丹落雨，法蘭克福、蘇黎世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